客家牧者百人诗班，今天他们带来的诗歌是《客家兴起》。
我们大家一起说感谢耶稣。大家有看到客家牧师一太平哦哟，喊傻逼啦，是在喊排泄哦，不好意思哈，没有看到客家的牧者有没有很兴旺？上帝说一人追赶千人，两人追赶多少？哦，那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有多少牧者啊？100多位牧者，再一次把荣耀掌声归给耶稣。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客家兴起，客家欢迎来，客家欢迎来。今天也是1228全国客家日，所以我们免不了讲几句客家话。客家敬讲心敬开，江水敬大，钱敬来。只愿台陆太平安。愿你太上讲出来，愿你太上讲出来，跟我讲一次，愿你太上讲出来，就是我们大声说出来，客家人就是要说出来。是我们不只用客家话来问安，因为今天是五大族群，有客家人，还有原住民哦，我认识原住民的朋友弟兄姐妹，所以跟他学了原住民的打招呼，不浓。乌尼朗米欧米桑，还有台湾的哦，玛丽玛丽，我们比较弱的新住民族群，玛丽大，我们比较弱势的新住民这个德里马卡西，印尼的问候，谢谢大家。太重要了，你知道吗？客家人其实个非常亲切的族群，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时代有在山上唱山歌。客家人的文化最重要的有一个叫做什么？冲伞歌，我们一起讲冲伞歌。冲伞歌，山歌实在是太奥秘了哈！你知道有伞钩字、漏伞钩啊，有好多种唱法、唱腔。今天我们听到的客家诗歌，每一首都是算流行歌曲。可是真正的客家歌曲，所有的这些以前我们那些长辈们，他们在采茶的时候，会不会投伞档？一起说伞档。伞档就是在山顶上采茶的时候呢，他们呢眉目传情，很远看不到，只能用什么？用歌声来传递对对方的爱意。所以你知道上歌就山歌唱起来就嘿耶，有没有很大声？有，我告诉你，客家人就是敬拜上帝的一个族群，阿们。因为在山顶上唱山歌，一起来尊荣我们的神，所以要在至高处赞美神，一起说哈利路亚，阿们。在至高处赞美神，我没想到外省族群。我小时候常听到一句最熟悉的叫卖，就是馒头，包子馒头，山东馒头，山东馒头。而且那个我乡下的时候，我的邻居就是闽南人，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不同族群当中。乡下的时候，有时候也听到一个叫卖，就是阿毛就跟贝贝波。而且那个老板来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很好奇，都会跑到前面去看他叫卖。那老板看我很可爱，就说小朋友好可爱哦，送你一颗糖果。所以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个族群融合当中。是。真的是小时候牧师我在小时候呢，我们也是客家庄，可是我的同学里面有外省人，有原住民，还有台湾人，你知道吗？我们要带便当的，带便当的时候呢，我们就同学交换便当吃，为什么呢？他们很喜欢我妈妈做的菜，我妈妈煮的凤手肉，食材好食咯，听得懂吗？就是我妈妈煮的红烧肉是最棒的。但是呢，我的外省同学呢，他们包的水饺哟豆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们从小我们就五族合一了，阿们。没错，讲到食物呢，我也想到我的原住民朋友弟兄姐妹，他们一种原住民粽子，教大家讲这个原住民话，叫做阿拜。阿拜听起来好像很拜哦，可是我们要加上阿拜西在北拜。阿拜呢是一个原住民的粽子，我们学一下阿拜西在北拜。阿们。好，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呢，是五族合一。我们在台湾有客家人、闽南人、外省族群新住民、闽南族群。
今天呢，不只是全国客家日，也是五大族群一起来。这个幕后的推手呢，是我们的这个崇真会的前会长，也是客服的前主委于庆荣牧师。以下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于庆荣牧师。好，大家好，大家平安。这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耶和华在客家显为荣耀的日子。2个月前我们不敢想会有这一天但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客家实在没有那么大胆因为过去那么多年来原客同行之下，让我们生出了胆量。所以家人合一重不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客家在这里，上帝在客家中得荣耀，上帝更要在台湾得荣耀。也就是接下来我们不仅是客家站在这里，我们也要邀请我们五族的家人、牧者们，好不好？牧者们可以到台前来，好吗？可以到台前来，包括我们的周牧师，包括我们的五族的祷告的代表，还有所有的牧者，好吗？我们台前台后的都可以到台前来，或是因为我们要预备心要领圣餐我们所有的牧者家人，我们到台前来，我们要请周牧师来带我们来领圣餐。我们要相信耶稣已经为台湾献祭了，为台湾流血了。我们请所有的牧者们，好不好？请到台前来能够上来的就上来那个尽可能可以上来如果不能上来，我们就在台下。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周爸。好，我们欢迎在这里的每一位牧者我们一起在台上，我们一起透过圣餐来纪念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我相信我的祖父在100年前在客家很多地方传福音，大概70年前他过世。我想他从来没有想到70年，他过世70年之后，我们客家的族群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神，能够在合一的里面一起来纪念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我想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透过这个饼跟杯，我们呢一起来纪念爱我们的主耶稣。他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舍，为我们立了新约。我们应当如此行事，为了纪念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虽然多，但是却是一个饼一个杯。我们的合一在哪里？我们合一就在耶稣里，就在耶稣的身体，也在耶稣的宝血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虽然你身上可能你没有饼杯，但是我们盼望这个时候，特别在这样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国家的一个中心，我们但愿说：主啊，我们不但在主里面，我们客家合一，我们5个族群合一。等一下我们5个族群要带领我们来祷告，来祝福。但是我们也在这里，当我们一起说，我们相信教会，我们虽然多，但是却是一个身体，阿们。却一个饼，我们在合一的里面，我们宣告教会的合一要带来整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合一，要进入主的身体的里面。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在这个时刻，主，我们从
主啊，刚刚敬拜一直到现在，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我们宣告合一在这里，在你的身体的里面，在你的宝血里面。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饼杯来纪念主。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我们也一起领受主的宝血。主，我们来到面前，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感谢、爱戴都归给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是不是5个族群来祷告？马古阿里里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马古阿里里基梅兰阿里。Lutu wagi ki haka, babasa, kita ato, kari rima, ki aviviran, tulam here, matai gayo, ki pasusuan, ki por, kari mamang, kapal saau, kasasa atan neni, tu Kristusan. Tema mimiya kita ki ari kani puri tunan oho tata tama kakak tina tape susu anyen temu mimiya kita ki ari masai suan pau aki matiti kipa hadunan kika bahak noan turam ki ari temu mimiya kita ki ari ni peba hawan ki Kristus ta imi ki tahu kapesa su anen paku ariri anen tu nanang tu Kristus amen amen. 我们一个个人。Marisot mama ko kasa pinatsadan uhaka a pinatsadan umina na pinatsadan unaholam do masisuro maaya pinatsadan maratsay kami tani kaayaw iso wama amen. mihanganga kami wama to kali riklon iso tayni Taiwan mama sinait kiso aday ay kiso Chay kapawan kiso hamama nanay kiso ko ni pala sa waday ito picharamcham pangabang itini orip no niaro no niyam marikulong kuri haray iso kiso kumikuha na yes nanay mi awas kami do aring awuniem maparito ko niya koka wama maaro niso matumasok ner ko niya pinatadano niyam Katay ni Kiso yes, parat sayang kumarusok na niyam. Binungot mama kami. Pagkay ni ngangan yes, kan siya mitolon. Amen. 天父上帝，愿感谢俄罗你，愿是你创造的生命，愿会当伫这个台湾岛屿得到丰盛富有，这一切是上帝你的赏赐。今仔日
台湾五大族群、客家人、华语的族群、闽南语的族群、原住民、新住民，阮拢要同齐伫这个所在恳求，求你赦免这个土地，侪百姓的罪。因为侪人唔认捌你，侪人唔承认你。求你的目睭看顾台湾，拯救台湾，互台湾的执政者行公义，好人民，心存谦卑，亲像你的手咧治理这个土地一样。愿今仔日要高举你的圣尊名。阿门。愿要伫这欢喜唱歌，因为你的名伫这堪得受恶乐。我们因为你的名，我们伫这来颂赞你已经伫这做王，伫我的心中感谢恶乐你，祈祷靠耶稣圣尊名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代表5个族群，我们代表的原住民、闽南、客家、外省及新住民在这边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代表外省族群，我盼望不止我们在上面祷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用阿门回应，好不好？阿门。我们先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把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赞美，不分族群的，全部都归坐在宝座上的主。我主1、2、3，我们大声的说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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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上帝。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宝座面前，要宣告你是全地的主，你更是台湾的上帝。我们要将敬拜、赞美、尊荣全部也单单的归给你。阿门。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的荣耀及称颂。阿门。今天我们在这上帝所定的全国客家日当中，我们台湾5个族群原住民、闽南、客家、外省及新住民聚集在这里，我们要宣告我们在基督里同心合一。阿门。合而为一。阿门。并且靠着你的恩典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了一。阿门。我们要同心祷告，你的保护，你的保守要遮盖台湾。阿门。你的复兴要大大降临在台湾。阿门。你的名要在台湾被高举。阿门。被敬畏。阿门。被尊荣。阿门。我们同心宣告，我们要进入台湾的命定。阿门。台湾要兴起发光。阿门。不分种族，每一族都要兴起发光。阿门。台湾要兴起发光。阿门。与列国同行。阿门。走向宣教。阿门。并且祝福列国。我们这样的祷告及宣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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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哈利路亚！我哋在天堂嘅阿爸上帝，今日我哋台灣客家原住民、福佬、外省新住民5大族群嘅代表，用盡企在你嘅面前來舉行全國客家日，獻上我哋合一讚美嘅祭，並謙卑祈禱尋求你嘅面，離開我哋所做嘅壞事。求你隨堂我哋嘅祈禱，
太太舒服本爱到，因而是对而家子民讲，假使爱亲自所属嘅子民，谦卑下来，向爱祈祷，请求爱嘅面，你可以记到所做嘅坏事，爱就会对天堂行基督嘅祈祷，赦免基督嘅罪，医治基督嘅土地。今晡日，求你照作你嘅应许，上手在爱道当中，因为你系有恩典老怜悯，无随便发现，万有不变慈爱嘅上帝，唔该国土永远长存，唔该王权直到万代，爱道安阳祈祷。希望主耶稣基督嘅生命，阿门。阿门。Terima kasih ya Bapak-Bapak. Sore hari ini kami tahu kau bertahta di surga. Kami berkumpul dan bersatu sore hari ini. Kami percaya di mana 2-3 orang bersekutu dalam namamu, Engkau hadir bersama kami. Sore hari ini kami berdoa Tuhan buat 5 pilar yang ada, khususnya buat Sincuming yang ada di Taiwan. Biar bangkit menjadi pilar yang kuat menopang kehidupan dan berbangsa di Taiwan. Biar menjadi pilar yang akan membawa generasi-generasi ini masuk dalam pengenalan Kristus Yesus Tuhan. Dan akan menjadi pilar yang akan menyatukan seluruh komponen bangsa ini dan memampukan Taiwan untuk siap menghadapi tantangan dan persaingan global di hari depan. Kami percaya, kami naikkan doa di dalam nama Tuhan Yesus Kristus. Kami ucap syukur. Haleluya. Amin. 哈利路亚！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鼓掌欢呼1分钟好吗？我们请台下的同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为台湾得胜。耶稣为台湾得胜，献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感谢上帝，荣耀归本主。阿门。好，我们请我们牧者们。感谢主，主纪念我们同心合一。